破盡 NBA 同 WNBA 三分賽紀錄嘅 Sabrina Ionescu 竟然要落選美國隊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下邊個取代咗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 歡迎嚟到 NBA Talk， 中意 NBA Talk 咧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好耐冇見啦，距離 FIBA 女子籃球世界盃咧唔夠1個月嘅啫。講下最近有咩新聞啦？美國國家隊咧最近就公布咗佢哋世界盃嘅陣容㗎，其中最大意外咧就係曾經訪港嘅 Sabrina 咧就落選咗美國國家隊喎。美國女籃名宿亦都係現任嘅美國女籃總裁 Sue Bird 咧就冇就個別球員或者 Sabrina 落選咧而發表意見，只係表示咧呢個決定咧就唔代表對於球員嘅評價。球隊可唔可以建立到默契同埋整體性呢？佢咧亦都要喺一班證明自己有資格入選嘅球員入邊作出取捨。Sabrina 咧面對傳媒嘅時候，亦都表示失望㗎。但係亦都明白到咧，作出呢個決定咧係非常艱難，自己亦都好期待見到新面孔可以代表美國隊出戰。Sabrina 提到嘅新面孔咧就包括咗大受歡迎嘅 Caitlin Clark 同埋 Paige Bueckers。咁另外後衛位置咧亦都有贏過24年奧運金牌嘅隊員啦。似乎美國隊咧就想以老帶新啊，因為世界盃喺 W 賽季期間進行，導致 W 作出相應嘅賽程調整。等我帶大家翻去8月9號嘅現場先。今日咧就係由紐約自由隊主場迎戰拉斯維加斯黃牌隊。琴日背靠背咧迎戰明尼蘇達山貓。今日咧3位主將 A'ja Wilson、Chelsea Gray 同埋 Jackie Young 咧都唔會上陣嘅。黃牌主教練 Becky Hammon 其後指出，輪休在所難免。當日有份落場嘅日本後衛山本麻衣、中國中鋒韓旭以及法國射手 Marine Johannes 9月咧都會為國家隊披甲上陣嘅。其中第一場啊就係上屆決賽嘅翻版中美大戰啊！留言話我知你又覺得美國隊可唔可以成功冧莊呢？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啦！